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10分伊召开记者会，伊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问题，一时之间是真好解决。不过，伊认为讲这抓来是促成两国沟通的管道。耶伦嘛强调讲，美国甲中国的经济是袂切甲离一离，不过嘛严正来看待中国因限制外销半导体原料来反制西方经济的行为。完成时间访问中国之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登去美国进前召开总结记者会，虽然无宣布任何具体突破，不过伊讲美中中间的挑战，无法度经由一摆访问一摆就解决。不过耶伦认为，一摆访问建立直接的沟通管道，对稳定美中两国关系是有帮助。The U.S. and China have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but President Biden and I do not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the fram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We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to thrive. 耶伦强调，美国无寻求甲中国经济脱钩，不过也严正关切中国要实施出口管制、假造这半导体材料等反制西方的经济做法。We've had a chance during these meetings to discuss a set of concerns, to listen to one another. We've made some progress. 耶伦此行先后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前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甲人民银行行长等人，也记到习近平的核心人马，主管经济副总理何立峰。虽然耶伦向何立峰握手，搁行礼引发争议，不过也看出中方接待耶伦是真关的规矩。中国也希望透过这种友善的互动，去展现说他们实际上是愿意跟这些西方国家有朝向互利的层面来做政策上面的合作了。他仍然需要仰赖这些订单，才可以让他国内的经济至少维持在一个还有成长的动能。专家认为，北京当局希望借由能够气氛缓和来带动改善国内经济困境。也个美国这摆寻求重新启动的军事沟通管道，中国依然无松动，采取选择性交往策略。记者综合报道。